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4月2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0篇，以赛亚书第6章第1到第4节，启示录第4章第1到11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在受难的时候被戴上了荆棘的冠冕。当比拉多判耶稣死刑的时候，他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放了一个牌子，用3种语言，希伯来文、罗马以及希腊文，写上了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虽然犹太的祭司非常的反对，并且要求比拉多将这个牌子改成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比拉多根本不予理会。比拉多并且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比拉多的做法给了耶稣基督来自罗马政府官员正式的官方认证，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这样子对于那一些犹太教徒啊、祭司长啊、法利赛人啊、经学士啊，还是撒都该人而言呢，耶稣基督并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王。所以他们很生气，甚至他们还以这个欺骗的方式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根据这个话呢，我们要问，谁是真正出卖犹太族群、犹太教，出卖他们自己的信仰呢？犹太人经常把抽税的人、收税的人当成罪人，因为他们说这些人帮忙罗马政府收税，说他们是吃里扒外欺负犹太人，巴结凯撒皇帝。但此时他们却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谁是他们心中的王？谁是出卖犹太人的人？其实就是他们自己。以赛亚受呼召成为先知的时候呢，他说，乌西雅王逝世的那一年，我见到了主，他高高地坐着宝座上，他的长袍覆盖了整个圣殿，在他周围有天使撒拉弗侍立，每一个都有6个翅膀，2个遮脸，2个遮体，2个飞翔，他们彼此呼应说，圣哉，圣哉，圣哉，上主万军的统帅，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他们呼喊的声音震动了圣殿的地基，圣殿里充满了烟雾。以赛亚先知成为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重要的先知之一呢，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看到了在宝座上的王，就是上帝。我们或许应该说，因为以赛亚先知他心中有上帝的宝座，他尊主为大，正如同耶稣基督的妈妈玛利亚一样。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他并不明白那一些发生的事情，可是他却表明说，我心尊主为大。在他的心中有宝座给上帝，即便是在耶稣第一次行神迹的时候，玛利亚她以妈妈的身份请耶稣来帮忙，因为酒不够，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耶稣开始吩咐仆人做事情的时候呢，玛利亚就转身吩咐这些仆人要听从耶稣的吩咐。时常听到教会的一些敬拜赞美的团队带领有关写着这个跟宝座有关的诗词，唱的都非常高亢激昂，但唱其实并不是重点，重点在服事的心态与生命。唱的人的心中是否有宝座给主呢？我们看到耶利米书32章38到40节的经文这样说道：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的子孙得福乐，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并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子民，就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王，是万王之王。启示录是约翰受呼召启示基督的灵所说到的。他说，接着我得到另一个异象，看见天上有开着的门。我从前听见那好像吹号的声音，又对我说，你上这里来，我要指示你以后必定发生的事。立刻圣灵支配着我，我看见天上有个宝座，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他的面貌像碧红玉髓一样的闪耀。宝座四周有彩虹围绕着，颜色像翡翠。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上穿着白袍，头上戴着金冠。从宝座发出闪电、声响和雷轰，有7支点燃着的火把在宝座前，那就是上帝的7个灵。宝座前有一片像水晶一样光洁的玻璃海。宝座的4边有4个活物，前后都长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小牛，第3个有一副人的脸孔，第4个像飞鹰。那4个活物每一个都有6只翅膀，里面外面都长满了眼睛。他们日夜不停地唱着，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上帝，昔在，今在，将来永在。4个活物唱着荣耀、尊贵、感谢的歌，献给坐在宝座上永远活着的那一位。这时候24个长老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永远活着的那一位。他们把自己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配接受荣耀、尊贵和全能。你创造了万物，万物被造，得以生存，全凭你的旨意。约翰的话启示了我们，当我们宣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愿意降服在他的旨意底下，如同遵行王的命令，因为我们心中尊主为王，尊主为大。问题是，你的心有空位给主吗？诗篇30篇，
上主啊，我颂赞你，因为你救了我，不容许仇敌向我夸耀。上主，我的上帝啊，我向你求助，你就医治了我。你把我从阴间救拔出来，你使我不至于沦入冥府。上主忠贞的子民啊，要颂赞上主。你们要感谢至圣者的作为，他的怒气转眼消逝，他的恩惠永不休止。夜里眼泪汪汪，朝来喜气洋洋。我安稳自在地说，我永不至于摇动。上主啊，你恩待我，使我稳固，像建立在山上的堡垒。但躲不开你不理我的时候，我就恐惧不已。上主啊，我向你呼求，我恳求你帮助我。我死了有什么好处呢？我进坟墓有什么益处呢？死人能颂赞你吗？他们能宣扬你的信实吗？上主啊，求你垂听怜悯我。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你使我的悲哀变为舞蹈，你使我脱掉悲伤，披上喜乐。所以我不缄默，我要歌唱颂赞你。上主，我的上帝啊，我要永远感谢你。谢谢上帝保守，让慧君姐的脑部手术顺利，也保守连丁长老手术顺利。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创造，你赏赐，你保守也看顾。求主让我们学习谦卑，让我们愿意顺服，让我们得以成为你神国的子民，来服侍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